源自台南在地食材，经过制度严谨定数、严格把关，坚持实在原味、天然无添加的伴手礼品牌，伫咧28日正式发表。现场超过500位贵宾参加，毛真侪议员以及市府长官亲临发表会现场表达支持。很多我们都会讲说要吃天然，要吃在地，但是最重要要吃到美味又健康。因此呢，我们刚刚海洋牧场所提的，这个开发出来，不管是2丁挂瓷砖的这个虾饼，或者是鱿鱼，或者是西虾瓮，或者是其他的所有的海鲜食品，我想都符合这个原则。因此，为了大替我们台南美食之都增添光彩。海洋牧场董事长詹雅亮本身也是大台南建商工会理事长，伫建造业打拼40年，为人正派有能力，伊也该真受人尊重。这次投入食品业也是清清菜菜，特别找来有20档食品研发经验的技术长谢明贵，以及海洋牧场执行长邱少谦共同来行销。我原本是建筑业来出身，但是因为有对这个产品的这个兴趣，跟认为它有它的独特性，很有特色的一个产品，所以我们就在选择这个时间来把它发表，希望能够透过这个产品，因为我们标榜的是零添加、纯天然、无污染。因为我们台南在地的虾饼，我们想要说突破，让它有一个不一样的方式下去做呈现。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，它像是一个食品，也像是一个艺术品，然后让很多我们的好朋友可能拿到我们的礼品，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什么，会感觉非常的惊艳。无同一般市面上的虾饼，海洋牧场瓷砖虾饼。为外观就会当看到2只大大的虾啊，一喙加落，还会当吃到满满海味，而且完全拢袂臭车。整只虾子含在里面，超特别的。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虾饼。会不会有腥味？不会，完全不会。就是我也是很怕有鱼腥味的人，但是我吃这个虾饼完全不会有鱼腥味。执行长邱少谦表示，海洋牧场重新定义伴手礼市场的关刀，并将传统甲创新做结合。打造连锁电商的通路，同时更筹备全国伴手礼实体店，做伙行销台南在地观光，嘛提悬青年就业机会，让海洋牧场不只是伴手礼，更希望会当成为伴手礼的领导品牌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